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车祸，这是国道1号往北167.7公里的所在，伫昨昏尾暗仔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6架车相撞，4个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到病院进前已经失去生命的现象。经过抢救，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急救无效死亡。一部自小货车撞击前方自小客车，造成该车往左偏移，并撞击行驶中线车道之自小客车，导致其翻覆，且于翻覆过程中，在与前方外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共计4人受伤。本案除伤势较严重伤者尚未酒测外，其余驾驶人均无饮酒情形。这桩车祸是发生伫昨昏尾暗仔5点24分，国道1号往北167.7公里的所在，一架小货车去弄到头前的自用的，造成边仔的车后边的车弄做伙，连环车祸，阁有车变过。计共有6架车相撞，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送病院进前已经失去生命的现象。经过抢救，一个50多岁查甫人急救无效死亡，另外阁有一个是30岁的查甫人，经过急救了后恢复心跳，但阁即马也是有生命的危险。另外，昨昏伫嘉义中部有一间公庙是大火烧，4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先赶紧救出一个查甫祖、甲一个查甫囡仔，赶紧甲因送病院治疗。尾啊，阁有救出一个查甫囡仔，也毋过发现的时，这个囡仔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因来大火原因等待调查。公庙1楼的铁片门内底庆祝大火，暗过消防人员冒险入去，找找搁咧受困伫火场内底的人。在外口咧等的亲人，情绪激动，几啊摆想要冲入去火场，拢被阻止。警方甲消防人员渐渐包围，就惊影响救援任务。昨暗时6点外，嘉义县中部乡河美村一间公庙向发生大火，2个阿祖甲2个查甫囡仔受困厝内，消防人员到位时阵已经全部烧起来。大做火出外拼粪水外籍义工，转来发现已经一片火海，先冲入去救出其中一个查甫囡仔。叫到我抱住机了，还有一个，抱不住了。这个。毋过无奈火势伤过大，义工靠甲倒伫涂骹砸伤的2个阿祖，了后救出丧尸，最后一个查甫囡仔伫1楼市民岛的下骹被发现已经无喘气、心跳。后续把这个阿公跟阿嬷顺利在这个1楼的客房把他顺利救出。那最后一名男童是在这个公庙的那个公坛旁边的桌椅被发现那救出已经无这个呼吸心跳，但是我们全部都后送了这个医院。火拍花现场救防搜线，爱个详细调查事发原因，公司准备启动维稳机制。2个阿祖都是，一个送我们家鸡嘛，哈，你的阿祖，男的阿祖，我们送到圣马尔定医院。明天我们整个公所就会启动这个慰问的一个机制。公庙内底艺术大量金纸开导火，互火势拖甲真紧。另外，导火点伫倒位，佮为虾米会导火，拢要佮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开始，冷气团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感受到感觉较温暖、较舒适。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桃园100、宜兰、花莲高温有17度至19度，因那其他的所在是22度至24度。也毋过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乌阴天，尤其是东北部、东部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大台北、马祖嘛有可能有一寡雨水。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日会小可回温，也毋过气象署是提醒讲，拜五的时，阁有一波冷气团会到位，而且会影响到后礼拜。嘛提醒高雄、屏东伫风尾的所在有染物较歹散去。伫高雄甲屏东最近的空气品质拢无好，乡亲着爱细致。台南市区街路规个忙，赶要出门上班的民众，拢无袂记得挂嘴暗。大陆冷气团吹来境外污染物，南部地区空气污染严重，真侪车站捌达到红色警示。台南市嘛开始道路的洗灯，各污染车路边拿闸，也甲对工业区污染源进行监控。还蛮严重的，因为早上一打开窗户，就觉得说外面都是就是灰灰的，就是都雾蒙蒙的，还
害我以为是起雾这样。都出门戴口罩，就是把口罩戴着。拜四开始，各地暂时回温，西半部日射高温会回升到24度。拜五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过路南，强度更较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加东部天气明显有较冷，平地低温可能21度左右。暗过温度已经无亲像前几波寒流遐尼低，但是水汽有降，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落雪机会。礼拜6的时候，冷空气再进一步增强，那最冷的时间可能是落在这周日到下周一。今年北半球冷的地方很少哦，那台湾就刚好是在这个偏冷的位置上面，跟气候变迁应该是很明显的相关。前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今年副北极震动，台湾拄好挖进北半球3个冷空气外流之一。因为伫要入春啊，天气形态已经开始转变，虽然一直到2月底，也是会有冷空气搁落南。不过冷空气无入来时阵，会有小空气补充。南面寒、南面热，爱加注意温差对健康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春天要到位，春天嘛是看樱花的季节。一寡所在樱花已经断得开，也毋过台北平地樱花是落个差不多啊。台北市的公园处是表示，这甲樱花品种有关系。平地樱花大部分是种寒樱、山樱这两款，花期敢若到2月中。因若公园处嘛表示，伫北部若是想要搁看樱花，会当去草山、去阳明山，因为遐是种北中樱，花期会较晚。你说这边吗？对，好，来看上面。台北有朋友小少来到东湖的绿化公园要看樱花，所发现讲花已经落到差不多啊，有淡薄失望，但是也是有侪民众来看花。民众讲，搁来找角度，才会当翕出来好看的萨库拉相片。会晓抓角度，你就会翕起来，你就会感觉讲无形中，这个樱花其实嘛还佫足侪。没想到说今天会下雨，然后花就被打湿了。台北市公园处表示，受到寒流影响，天气有够冷，所以今年的樱花和樱季比起来有较早开花现象。加上台北市一般伫咧白地种的樱花品种，拢是以寒樱、山樱花为主，这两个品种的花期是伫1月底到2月中，所以目前已经到尾声。现在目前的话，平地的部分的话，山樱花跟寒樱的部分都已经差不多都到尾声了。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冷的这些樱花的种类要登场。那像阳明山的话呢，八重樱跟那个昭和樱的话呢，目前正在盛开。虽然寒樱和山樱花的花期已经结束啊，不过台北市公园处表示，阳明山的樱花才拄开始开，因为山顶的樱花一般拢是八重樱和昭和樱，花期对2月底开始到3月中。公园处鼓励民众会当去山区赏花。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再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上新的劳保年金申请的统计，到去年12月底，计共有187万外人，逐个月领的劳保老人年金，平均一个月领19344块，超的部分是超过100。超过100万人，逐个月领无到2万块，另外阁有18万人，逐个月领无到1万。来看《中国时报》。对于今年开始，饭店、旅馆、旅宿业者袂使主动提供一阶性的清洁用品，亲像是起锅也是热啊这的物件。结果呢，有袂少业者即马改用买，一届都爱买几套，连名机无咧管制的部分嘛同齐咧买。消基会是强调讲，这是一款强迫消费，爱民众去买一寡用袂到的物件，毋拿加开钱，颠倒搁较无环保。来看《联合报》，台北市的车道外口的上酒，92年前因为淡水河水位变悬引起全消失去。也毋过伫1945年有浮出来，重新编列分挂地号，即马是正是登记做国有地。也毋过呢，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主张讲，这是因祖先的地，所以这块地伊嘛是地主。而且，佫提出告诉，要确认这块地土地和伊和另外156个人共同持有。欢喜的结果出来，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伫1审、2审拢胜诉，尾啊佫申诉无要上诉，专案已经确定。继续关心33岁艺人王大陆涉嫌用假病历，竟然讲有心脏病，安尼就毋免做兵。
昨昏是去有检调去抄因兜的徛家，嘛甲中人王大陆还有其他想要毋免做兵，计将12个人带登去问话。内政部嘛有主动清查，发现有80个案例，拢是入伍进前身体检查出问题。目前嘛追查4年来的资料，要看敢有人共款是安尼，若是就要移送法办。挂乌翠庵艺人王大陆涉嫌以假病历盗病药，10个检警去伊伫台北大安区的主体搜查躯体。另外，带回中介集团甲王大陆等涉嫌盗病药的一人，获刑了后，王大陆互人依照涉犯妨害病历治罪条例，以15万交保。真的有涉嫌逃兵役啊？真的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真的有花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2015年，王大陆主演青春爱情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快速出名。现年33岁，伊却传出假心脏问题，得到免入伍的资格。专案拢总12个人互人躯体，其中也有一个26岁、呆医学系4本的查甫人，询问了后10万块交保。律师讲，假医疗证明，恐惊面临相关5年有期徒刑。台北市兵役局嘛讲，王大陆已经互人列入3月定级对象，并限制出境。在学最高缓征的年限就是到33岁。所以他超过这个年龄之后，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年次跟签号顺序来排定他的征集梯次，就没有办法再准予他做出国的申请。提供虚假的资料，使得医院做出免役的证明，因此免除了要服兵役这样的义务。王大陆等人已经违反了兵役治罪条例的规定，最高是可以处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兵役局表示，公所嘛无收到王大陆的体检复检申请，来做3月定级推出也无入伍，会依照兵役法移送法办。内政部声明，已经主动清查，发现有部分役男定兵检查异常，拢总差不多80个案例，有同款涉嫌不法。为着谨慎，原来看2020年至2024年役男体复检历程的相关资料，移送司法单位侦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空军伫昨昏针对中英高教机摔落来意外对外说明，讲15早起8点38分，高教机对台东的志航基地起飞了后，2分钟后，飞行官就回报讲，双发动机拢故障，因为这款情形、这款状况是真罕见，敢是去弄着鸟啊？空军表示，目前无排除任何的可能，也毋过上界关键的乌鸦仔是还未找着。国机国造中英高教机顶一日头一届发生事故，加在飞行员跳伞疯救起来。空军18做专案说明，讲飞官林伟驶永英高教机15早起8点38分为台东志航基地起飞做例行性的训练，想不到起飞2分钟了后，伫志航基地东北边4海里的所在回报美地，也佫有双边的发动机失效。飞行员是赶紧跳伞，救护机伫8点52分起飞，发现飞行员伫逃生艇内底。赶紧甲吊起来，甲伊送病院。整个飞行情况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正常。好，画面会停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出现了失效的情况。中英高教机发生事故迄一天天气真好，有符合训练的标准。空军透过飞的路线，发现飞行的情形甲起飞一切拢有正常。一直到2分钟的时阵开始有各样。根据飞行员的讲法，伫高度差不多2000英尺的所在，明显感觉推力无去。检查发动机仪表，各项的数值持续在落，显示器嘛拢无法度显示，伊随通报，而且随弹射跳伞走出去。不过双边的发动机失效是真罕见，也若敢有受到召集，空军讲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但飞行口述的这个情况呢，比较没有闻到一些异味焦臭味或者是发动机有一些抖动这个情况那它的叙述的情况就是明显的感觉到推力丧失。针对后永英高教机残骸的进度，空军目前敢若找到倒边副机室甲固定室，也若关键的乌鸦仔到今也未找到。针对这点，空军请海巡艇早成立，也佫有水底声音定位器继续咧找。也若其他的永英高教机目前拢停飞，执行天安的特检。外界关注讲，敢会影响飞官换装的训练？那在目前整个换训的这个情况呢目前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们就尽快的找出有可能的原因，做完相关的训练跟相关的这个飞机特检。
针对永阳高教机的飞官林伟跳伞逃生，得到大社济医院长马丁贝克的认证，成做好运的第7777个防救起来的人。照国际流程，马丁贝克会颁发证书甲纪念品予伊。针对这点，空军回应讲乐观其成。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英国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国籍顶悬敢若会当写中国。不过日本即马有上新的宣布，讲对今年5月份开始，下国联姻若是甲台湾人结婚，会当写地区的名，意思是讲会当写台湾。这个消息一出来了后，有真侪和日本结婚的配偶拢讲拢真欢喜，嘛讲等一天等真久啊。内政部统计，当年差不多有800到1000个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但是伫日本登记户籍、加注本地国籍的时阵，原本台湾人敢会当选使用中国。即摆日本法务省宣布要推出户籍的新制，今年5月开始会当伫国籍栏标示地区名，台湾人实质会当登记台湾这2字。听到消息后，真侪和日本人结婚的台湾人拢真欢喜，很期待可以拿到上面写着台湾的户籍成本，还是会希望就是那一栏会是写成台湾这样。其实伫日本历经一段时间的台湾人，持有的住民票和居留卡，拢已经伫出生地南位标注台湾。即马户籍的文件嘛当写台湾，这伫历日的台湾人社群时引起讨论。真侪人拢讲，等正名真正是等足久的。对中国不满抗议，日本法务大臣铃木兴优是回应讲，这是日本内政上的判断，无回答的必要。相信未来透过日本户籍誊本的正确标示，除了能够彰显我旅日侨民身份认同的尊重外，另外在身份辨识上面也能够更加明确清楚。另外一方面，因为最近个人申领中国的居住证、定居证和身份证的案例增加，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正式当在盘点登记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考虑要纳管申领中国居住证的人，也思考是不是要提醒国人附录这个申请各种证件，它的种种的风险。那我们会把过去的这个法制的工作再重新的再来审视。中国伫2018年推出居住证开放台湾人申请的时阵，咱国都甲这定调是统战的策略，建议申请的民众应该向主管机关主动申报登记，但是做法是引起议论，造成相关修法暂停。修法的草案敢会伫新的会期提出？对这邱水正是强调讲会拍拼来达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和洛西亚这两国的高层伫沙烏地阿拉伯的时间2月18有进行会谈，主题是两国的关系要安怎正常化，双方拢有共识，要拜读美国和洛西亚以外国家参与。另外，洛西亚去拍乌克兰这场战争要安怎收煞，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也拢真关心，即马个人拢有个人的打算。美国和洛西亚外交高层分别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里雅得，美方代表团有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还有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洛西亚这边是由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带头，做伙来还有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甲洛西亚主权基金执行长德米特里耶夫。这2年以来，美国甲洛西亚的外交高层头一届面对面，洛西亚认定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起头。Главное начать реальную нормализац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ами и Вашингтоном. После сегодняшних, завтраш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есть шанс, что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спад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дождемся до завтра. Там серьезные люди, мы тоже с серьезным подходом приехали. 美国和洛西亚外交首长会谈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双方的元首峰会铺路。对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甲乌克兰和拜登在外，引发乌克兰不满。美国和洛西亚的外交代表拢讲到，以2014年到2015年2届明斯克协议作例，指出和欧洲国家坐上未来的谈判桌是无什么好处。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quite honest. So if you part of the problem that we looked at when you looked at Minsk too,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 at the table that really had no ability to execute some type of peace process, and it failed miserably. So we're not going to go down that path. Его перемирие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Украину в во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То е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то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никуда не делась, поэтому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им делать за переговорным столом. 也拿乌克兰进前提出要求洛西亚让出目前已经占领的土地来交换库苏克地区有关和乌克兰控制的范围，洛西亚表示无赞同。Мысль какая-т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а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ужно еще уступить. Уступить-то как? С людьми, с русскими? Или без людей? С одними редкоземельными металлами? 伫北约的欧洲会员国方面，面对美国甲罗西亚挑工排除，包含德国、法国、英国甲波兰等国，拢咧想办法安怎汇集军事力量来协助乌克兰。不过，亲像提升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派伊号部队进驻乌克兰，甚至泽伦斯基之前讲到造成欧洲陆军的做法，欧洲各国也无共识。公司新闻请家人朋友。因为呼吸道气管感染大院已经大超过1礼拜，即马88岁天主教教宗彭济各即马是继续爱大院。梵蒂冈伫18时有发布上新的声明，讲教宗肺部2边拢咧发炎，目前还阁爱观察。也毋过嘛讲，伊的精神看起来也算袂歹。因为教宗目前的健康状况原本2日举行的公开接片已经取消。梵蒂冈简单的声明表示，教宗短时间内无甲可能出现。真侪梵蒂冈的游客听到这个消息，拢赶紧祝福。I think the Pope doesn't die in a hospital, but he will first come back here. I wish for him for a speedy recovery. 梵蒂冈表示，教宗18做断层扫描，显示2边肺部拢发炎，爱另外用药治疗。经过检验、胸坎电光检查，甲伊的临床状况继续出现复杂情形，病情是呼吸道受真侪病原菌感染。虽然安尼，教宗依然有真好的精神状况。Che il Papa non ha febbre, che è in grado di mangiare, che svolge le proprie attività anche di lavoro, no? Continua ad avere e che non c'è un'insufficienza respiratoria. Avere un'idea migliore di quella che è la progressione bisognerà dare almeno 24-48 ore di 教宗大院超过1礼拜完成自3伫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弥撒，也有一位梵蒂冈高级官员主持。梵蒂冈表示，教宗大院时间按照伊的健康需求来决定。教宗少年时阵因为肺部感染，去切除一地，所以比一般人更较会肺部感染。伫做罗马天主教教宗12年之间，捌真侪摆大院，2013年3月都因为气管炎大院。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也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伫今仔日表示，有一寡晶片甲汽车大厂已经含伊联络，表达讲要登去美国投资的意愿，而且最近就会对外宣布。川普是讲，这和伊拍算扣关税有关系，晶片的关税拍算要提关到25%，而且伊嘛强调1年内就会实施。来关心以色列宣布要启动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第2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拄则是宣布会伫2日放6个封口啊，抑个外人质进前，伫20个时就会成行4个人质的遗体。继续关心泰国众议院一个议员蔡妍拍完，顶个月涉嫌性侵害一个咱台湾的查某游客，也毋过伊对外发冤枉，表示讲2个人是互相意爱的。也毋过尾啊，即马代志变盘，这个泰国的众议员伫18下晡出现伫当地警察局去投案，伊是承认伊确实有家人性侵害。镜头倒来国内来关心中华宏远有一个80多岁阿嬷，骑奥多摆出门的时，去互人兜饲的狗仔甲肥，佮互其他的浪动狗冲过来甲这阿嬷肉，害伊骑车骑到跋跋倒，规身躯焦焦伤，佮骨摔甲小看脑震动。即马中华县政府是表示，有人饲的狗仔无绑好势，会当开罚单；也若浪动狗，政府会去抓了后会甲绑起来。一有奥多摆通过伫路边大扫的狗仔，随着冲过去肉车。中华宏远乡一个85岁姓曾的负责人，15骑电动大步车经过草屯路，互一阵路边的狗仔甲围攻，结果骑袂知，人和车做伙摔倒伫涂骹，好佳在经过驾驶警甲救起来。是几号的狗吗？几号的狗？姓曾的负责人讲，先是一间民家厝出来的狗仔一直叫，sau落来有10几只狗仔对路边冲出来甲肉，伊摔甲身躯几个所在乌青，佮有小看脑震动。安尼哦，这样整起，这样整起啊？比整个有较少落来，阮早片买药，都个无无。个倒位？脚头有嘞哦。脚头有这，搁加厝。
中法官董洪硕讲，进前这个所在并无亲像这款攻击事件。经过了解，当地庄脚大多数拢是人饲的狗仔，但饲主无伫边仔嘛无锁啊绑的，会当这动保法罚3000到15000。那在乡下的饲养方式可能没有细审，那也有可能跑到公共区域来。那我们在这里要宣导，就是说这个犬只如果在这个公共场所，应该要有7岁以上的人来陪同，避免它的一个暴冲，影响到用路人或行人的安全。不过，官府嘛相信讲，目前全关这世界大数的狗仔数量差不多有9300多只，民众若是有通报，就会请清洁队甲抓，而且做节育，若无攻击性，就是原地甲放回去；若是讲有攻击性，就会甲伊收容。目前已经编列1.8亿，被中建收容中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来关心台中新光三越这个爆炸案，都法局是头一届对外证实讲，建筑结构有明显的受损，所以爱提出安全评估了后，才会当来征收。市府原底嘛是限讲，新光三越爱伫3月2月18进前爱完成外口壁危险物的清除，拢爱提掉。要不到昨下晡4点半去查的时，发现也是伫外壁顶头有真侪物件危险物伫遐动害，拢还袂拆。因为有公安的记录，所以即马决定阁要罚伊30班，要求限期改善。重型的吊车载人员到起步的楼站外边清掉外墙的危险物。台中新光三越起步案，台中市都法局证实，经过初步的判断，建筑结构有受损，要由业者请结构技师提出结构安全的评估，才会当修理补强。我们看到有一些楼板有部分好像有部分的凹陷。然后有小梁部分有弯曲，然后电梯间的部分它有受到气爆影响，那个外墙有受到外推。另外，传出有专柜的员工不满，事发了后，厂商安排跨区支援，逐工伫台北甲台中无共的分店工作。新光三越公司并无提出明确的机制，业者18出面配合讲，已经和厂商沟通，会好好安置每一位专柜人员。所以讲，厂商这一块其实他应该会特别的处置，不会去为难到所有的专柜人员。我们的商品部事实上已经在代劳这一块，就是事实上我们本来就跟厂商有做全面性的一个沟通跟合作。我想这一块呢，按照不同的业种、不同的性质，我们一定会去请每一个厂商，事实上他们会做比较妥智的一个短期的因应的一个安排。有民代质疑讲，市府无主动查晓牵涉行政大道。市府强调，新光三越最近7年征收记录计共申报30多件，真正无用救灾甲商场欺诈，并不是大道。因那起步案当中有10位热心的民众协助救灾，市府18公开表扬，其中为起步伤者做 CPR 的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经判护理师，真谦虚讲，这是每一位医护拢会做的代志。去询问过我们就是所有急诊室的同仁们，其实每个人跟我们做的选择都会是一样的，一定都是义无反顾的先去帮忙救治这样。高市新闻采访报道。有旅客伫网络顶悬表示讲，台北捷运的红线车厢内常常拢有歹味。伊写出来了后，有真侪网友嘛表示讲嘛捌闻过。捷运公司是表示接到通报了后，因赶紧去检查，验过并无发现任何问题，嘛强调后摆会加强摒扫。用透布漂白水切车内的椅啊、手环啊，抑个有款，车厢内的路网嘛拆落来详细切。接到社群网站旅客反映淡水信义线列车的车厢有臭味，台北捷运随派员全部检视列车，初步无发现臭味，后续我来加强消毒。但我都回淡水，可是我没闻到，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汗臭味吧，我觉得啦。袂少旅客表示无闻到，不过网友伫社群网站的答文得到袂少回应。伊讲捷运就敢若红线会闻到类似公共厕所味，有人硬讲较新的车就无味，旧的就有臭味。也有人讲4年来拢有闻到，想讲是家己的鼻仔较灵，总算有人共款。台北捷运公司证实，其实较早原来有旅客透过意见信箱来反映，不过敢若针对红线有闻到臭味，初步研判可能甲经过的路段有关系。有旅客又通过 email 什么曾经有反映过这个问题，红线大概经过北投这个硫磺地区啊，是不是会有一些 ammonia 的气味产生？那这个可能就是旅客闻到不同气味，可能每个人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台北捷运讲，逐工收班了后，营运前拢已符合防疫标准的漂白水，加强车厢内部清洁消毒，要固定时段详细清洁。对于臭味来源，有可能致使旅客身体无爽快，呼吁若是拄到无清气，还是发现臭味，会当通报行车专员还是站务员。
台北捷运会派清洁人员处理，但将运输的营业场所有臭味代替完后类似经验，进行是变数反映有臭味，除了加强清洁，嘛加设辅助设备。臭的部分呢，因为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导入了科技的一个设备，就是氨气的一个侦测，氨气浓度超过20个 ppm 以上，我们就会做一个通报机制。代替表示，启用这个设备将近1年，也收到侪车旅客，伊讲感觉试办的厕所有较清气，后续会继续研究评估，并斟酌会当用的经费，若是稳准，就会继续增设来提升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因为因千外万的业务费予立法院抬了，所以对过年前开始，因就透过一寡措施来省钱，包括即马办公室的电火敢若开一半，电梯嘛关1/3，甚至讲在便所的卫生纸要用嘛爱有限制，不少来遮办公的民众拢感觉真无方便。今日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大厅，电火乌乌暗暗剩2拍，边的电视墙嘛拢关掉。想要知影护照办到第几号，都爱用手机啊，也是家己爬去3楼看。因为今年度1036万的业务费，互立法院全部抬了。为着要节省开支，南服中心即摆逐项拢爱省，甚至连便所的卫生纸拢是限量供应。民众来办公看到这个状况，也拢感觉真无方便。足明显的看到什么种的项目，咱要爱安怎办的迄个。道理啊，是讲迄个动作安尼来，咱会大家动作拢会较紧，安尼就对啦。啊，你安尼来，互人感觉好像也敢若无亲像迄个公家机关的办公大楼。母婴室里面也没有纸巾啊，可能我们刚去都用完了，但是没有纸巾。然后小孩子去上厕所都会说没有纸巾啊，对啊，一包。对，非常不方便。南服中心执行长柯乃文表示，安尼做法是以民众的需求为优先。目前3支电梯剩2支开放给民众，员工办公室的电火开一半，公共区域的冷气、电火、饮水机拢禁掉，种种的做法拢是为了要省钱。关掉1台电梯，还有我们的1楼的那个电视墙，我们大概1个月可以省15000的电费。那至于其他的一些节能，还有省电，还是等等的配套措施，我们要等可能要过1个月之后，我们再来计算看整个月下来大概可以省多少钱。因为我们目前都是采取滚动式的在做调整。因为1000多万的业务费抬到1仙都无出，影响的层面，还有一寡电风会勘的业务嘛拢暂停，临时人员嘛减少，后续影响是不是会更扩大？南服中心嘛只会当哪做哪调整。记者柯卡做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台湾有200多年历史，台北市市定古迹树林朱成功的庙门，在2023年的时候，一个西班牙人摕铝去运化学品，甲这庙门是铝加落漆。尾仔树林地检署是用刑法的毁损罪提起公诉。这几天树林地方法院判决已经出来啊，罚这个外籍人士15000块的罚金。台北市市定古迹树林朱含宫的庙门，门前的侧面有一部分落漆起，通看到庙门插头的关系。树林朱含宫两边的庙门，2023年8月，互一个西班牙籍细本的查甫人摕铝甲布运上香水，即个化学品入庙门，铝甲落漆。树林地检署认定涉嫌毁损罪，提起公诉。这几天树林地院判决，甲这个查甫人罚15000块，目前要通上诉。他没有尊重妈祖佛啊，不好。他也是喝酒啦。他原本那么漂亮的东西，无缘无故就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唔知咱门神的重要，门神门就代表门面，基本上都是紧急修复的报告书有出去了。树林朱含宫国号做树林妈祖庙，是树林3大古庙之一，创建于1796年。164年搬到即摆的地点，高达超过200年的历史，是台北市市定古迹。2023年庙门互人破坏较大，还未修复。台北市文化局指出，庙方已经提出相关的修复程序，也咧协调庙方甲技师的时间来修复甲相关的细节。修复的计划了，那我们也审查通过了，我们就是会跟庙方这边再确认说，那到底他们的一个修复的时程，时程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去？那我们在中间的过程中也会邀请文资委员到现场去确认，就是相关的工法工序，那跟之前我们审查通过的计划是不是相符？针对树林地院目前的判决，文化局表示，庙方是当咧讨论，敢有要继续上诉。为了避免庙门再互人破坏，庙方已经伫庙门附近用红线围起来，也有加强巡逻。
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大病院拢传出药师骹手无够的情形。以台南基美病院来讲，药师一天平均爱甲150个化疗患者的药啊。因南病院即马是和业者合作，研究出全台湾头一台化疗药啊智能调配的机器手骨，安尼就当减少药师的工课量，而且甲药啊会当较紧，嘛会当较准。多数病院咧调化疗药啊，由原爱克人工，即摆全台头一台国产的智能调配机器正式启用。药师伫因无确定药品，机器才开始调配药啊。机器的手骨会照剂量来经针头，佮会甲抽出来药品摕去称重，做相定的确定。整个过程只要5分钟就配好势。机器人就是会用很精准，人没有办法那么精准。所以尤其是对你这样做化疗，会觉得更有帮助。对。那这个相对之下都可以节省药师在调剂 loading 上面的负荷。这样子的结构环境工作的优化之后，其实药师也慢慢回流到医院里面来。那多余的药师人力，大家就可以回归到真正去做其他的癌症病人的临床照护。面对护理师甲药师骹手无够的问题，基美病院甲工地业者合作，开2400万来开发这台智能机器。病院表示，调化疗药啊，因过要3个药师全副武装落去调，一天平均来处理150张处方，对因来讲负担真重。虽然机器速度无人工的紧，不过安全性加较悬。因为人工调配，有往有可能因为人为操作真差，嘛通减少药师长时间伫高风险环境咧操作。它的剂量可以非常的精确，所以这个化学治疗的药物就可以达成它预期的效果。它对病人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它的剂量、它的药物的种类是非常的精确的。这是一个密闭的洁净式空间。药不会外溢，是负压吸走，对医护人员不会有伤害。同时，我们人外面的细菌不会跑到药物里面。病院讲，目前这台新机器已经成功调配1000件的化疗处方，涵盖病院70%的化疗需求。南科管理局嘛讲，会协助把这台机器杀去国际市场，让台湾医疗伫国际上通出头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经济移动福利联盟上新的调查，有54%的国中生是对因未来的规划，也有功课的问题有感觉真有压力。调查内底嘛发现讲，有37.7%的国中生算社群平台算甲袂起，而且佫会影响因的情绪。为着要帮助囡仔和家长，即卖移动福利联盟有找专业的心理师推出免费的线顶心理健康课程。你今天因为成绩退步，你很伤心。你以为你只是在气你自己笨而已，但其实你可能是对无法满足某些人的期待，然后你就觉得很焦虑。影片讲出青少年的烦恼，青少年面对人际关系、课业压力等等等，产生情绪的困扰。根据儿童福利联盟17公布的调查，发现54%的国中生对未来规划甲课业感觉有较大的压力。另外，调查也指出，青少年一天用社群平台的时间大约5点钟，因为现在有互相比较的心态，有37%外的青少年有情绪困扰。他们都在谈论什么？他们都在追寻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部分也是孩子想要去跟上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沉迷的情况，衍生出的社群比较，也就会出现一种相对剥夺感。另外，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无愿意和家长讲心内话。有医师就指出，若是发现厝内囡仔有沉迷伫网络社群的状况，要尽量伫实际生活上创造和囡仔的互动，互囡仔支持。医师表示，好的亲子互动对预防心理健康的问题真有帮助。有没有可能是从事一些真正生活化的活动，对吧？比如说一起散步去做什么，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共识。为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儿福联盟甲专业的心理师合作推出线顶课程，让青少年佮有家长通免费使用，帮助家庭做伙克服青春期会拄到的问题。另外，医师也建议，在选择心理辅导课程的时，会使先看课程的内容敢有透明化，讲师是毋是有专业的医疗背景，避免接触到无安全的心理辅导治疗。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地方放扫头，镜头来家己的落脚因为较偏远，教育资源有较欠缺。天主教安道基金会为着要照顾偏乡的这些囡仔，伫落脚的原来国小有成立下课了后的照顾辅导班，要来帮助经济较弱势，也是新住民家庭，无就是阿公阿嬷带大的这些囡仔，互因有较济教育资源。
老师一个接一个协助学生囡仔来完成伊的功课。六卡乡的原来国小，替1年甲2年的学生开办放学了的辅导课程，要来协助一寡家庭较弱势的囡仔。我们这边的孩子，因为有大概1半以上，他们就是家庭功能比较不健全，所以他们在家庭辅助这一块是比较弱的。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课后辅导的部分，我们会陪孩子做阅读，然后写功课。原来国小表示，六卡乡因为高龄化甲人口外流的状况，一寡低年级的囡仔读半工放学了后，拢是阿公阿妈来照顾，较无法度提供囡仔功课方面的协助。为了偏向囡仔的教育，天主教安德基金会就协助学校开办这个辅导课程。咱知影讲政府部门，因为咱的经费是有限的，所以阮家己本身嘛是会搁陆续来找安尼资源。其他的学校若做讲有安尼需求的时阵，当然会来甲提出来甲讲，阮会去评估人需要，阮也是来扩展。学校这个部分，伊就免搁找另外搁找经费，家长嘛免搁加负担。对囡仔来讲，囡仔嘛加一个这个下课以外因会让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安德基金会表示，偏向一寡家庭因为功能无完整，加减会影响到成长的囡仔，所以除了功课以外，阁会加入生命教育甲品行教育，希望除了减少家庭甲社会的负担，嘛会当提供囡仔更较好的学习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当地展览画家陈定波130岁的特展。另外，伫中华嘛有独立册店配合台北的这个展览，举办讲座的内容，邀请作家孔元对陈定波所谓的农村景致来解剖艺术和乡土的关系。这幅画是画家陈定波伫1932年画的乡村石照，阁有1934年画的农家，拢是咧画彰化市武帝庙前的景致。虽讲即阵景色全然无同，但是透过画家风景画的记录，互大众会当看到活100年前的台湾风景。因为伊农村文化对阮来讲有迄细汉的感觉啦，就是咱目前的社会可能较无法度看到这物件。因为我对这个展览那种乡处拢会去想要了解伊后壁伊的故事，就是讲是伊画这个作品安尼出。国立台湾博物馆即阵当咧展出画家陈定波130岁特展。陈定波在生的时也捌伫中华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中华市独港侪所在，原来有出现伫伊的作品内。中华有独立册店配合陈定波的特展办讲座，小解陈定波的话，互民众入捌台湾农村的文化。透过即个陈先生的一张图，来讲出中华农村的这个物件吼，这农村内底当然农村的文化就包括真济嘛，所以我内底有讲到咱台湾农村的牛啦吼，嘛讲到咱的土地。陈定波用画笔记录台湾1930年代满世界拢是水产农地景致，阁有东部海岸、阿里山分海的水，互艺术生活化、在地化。所在来嘉义、屏东、台中等县市的独立册店，嘛会巡回办小型展览甲讲座，要互大众透过陈定波的话，做伙来看台湾宝岛的人文历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报新闻是职业嘛是志业，来承载台语的华视台语主播林玉珍，伊报台语新闻已经20年啊，伊即届是摕到114年度教育部本土语言的贡献奖。伊表示伊真感谢教育部，嘛讲这是伊报台语新闻20年来上界重要的一个记录。3月好，今日起，那画总那开讲，开始一天的新闻工课，伊是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5、4、3、2。臭头啊，就是赖痢头，头皮会出油，会流汤，会黏黏。在这种状况下，若是滴无啊，无啊就会结掉咧。所以讲，臭头啊，滴无啊，结。用上趣味、上好理解的方式报新闻，互乡亲知，这是伊做主播20年来坚持做的代志。我细汉伫南投德山的庄脚大汉，爸爸妈妈甲真侪长辈时代拢是讲台语，但是当时的新闻媒体拢是以华语为主，所以因拢听无看无。我到台北读大学，
真侪同学嘛拢敢若会晓听华语，我感觉真可惜。原本台语敢若会晓讲袂晓写的林国鼎，为着要甲台语传承落去，对罗马拼音、台语字一步一步豆豆啊学，希望甲台语完整的保留落来。对林国鼎来讲，甲华语新闻翻做倒带台语词，是伊工作上上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国鼎是伊真无简单的所在，就是拄着袂晓的，伊拢已经从真谦虚谦卑的心去甲阮同事每一个人讨论，或者是伊会敲电话去每一个，譬如讲公所啊，伊问当地的人会较清楚。伫同事的眼中，林国鼎是一个顶真自我要求足悬的主管。伊对台语、对新闻的态度嘛感染规个新闻团队。伊讲会当用台语报新闻，是伊捌代志以后的新冠。即届伊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伊真感恩，毋那是上幸运的代志，嘛是伊报新闻20年来上重要的印记。记者陈阿雪、柯敏哲台北报道。另外，为了要鼓励民众学母语，新竹市的文化局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找台语老师带民众去传统市场，家己做戏员，让民众伫体验活动当中培养普通时啊，就爱讲台语的关系。用传统的，你就爱足侪人，切肉是切肉的，啊假肉是假肉的，啊拍戏场是拍戏场的，每一个人的胃无同安尼。用台语解说鱼掌的制作过程，还有大家动手 DIY 订鱼羹、鱼丸，每一个大人、囡仔拢满面笑容。有民众讲，除了头一摆体验家己动手做，会当食到家己做的鱼丸，感觉真新鲜。活动做趣味的，啊囡仔嘛无做过，我家己嘛无做过，所以我想要带囡仔甲阮翁做伙来体验。因为我家己台语嘛袂练转，啊我完全袂甲囡仔讲台语，嘿，互伊来听看卖，我嘛练习一下。新竹东门市场是在地60多年的传统市场，二楼这间卖鱼丸的店家已经传到第5代。头家讲，过去市场内老一辈买卖拢是用台语。头家认为台语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母语，嘛鼓励大家来到市场买菜，通才用台语。若甲少年若讲台语会讲哈，你讲啥物？我唔知。啊，所以我感觉其实台语才是咱台湾人上重要的母语。其实咱家己学起来，就是对咱有好无歹。希望会当吸引华语的台语学习家庭，交本来就会晓讲台语的文化家庭做伙来。88岁啊，大家讲这多了非常，然后伊会当对东门市场一开始讲啊真慢。台语老师讲，透过用台语来体验传统市场文化，在趣味 DIY 过程当中，哪做手工，嘛通哪学台语，希望会当互民众对趣味体验活动，哪来哪惯是日日常使用母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关心，即马全球暖化气候反常，热人的巴西里约即马高温是降到44度。当地人讲，住伫遐就袂输住伫沙漠共款，热甲冻袂掉。巴西大城里约8日热乎乎，路上的人唔惊人看到直接烫白体，爱泡日伫遐做事的建筑工人是热甲直接摕水管向头顶压水。Tá ruim, tá bravo. Só tá de 50 graus. Ah não, só para quem precisa mesmo que tá nessa luta aí. 里约的气象资料显示，8日高温来到摄氏44度，有真侪居民怨叹讲，一透早起来就热甲呛寒，敢若是住伫沙漠当中共款。当局也发出4级的高温警报，呼吁民众尽量莫晒日，并且启动相关的救援措施。Minha recomendação é que toda a população se proteja e evite exposição direta ao sol. A prefeitura hoje tem protocolo bastante estruturado com unidades para realizar hidratações venosas, hidratação oral. Também há reforço nas nossas unidades de urgência e emergência para esse cuidado. 若全球暖化唔拿带来高温，可能要甲鸟鼠生团有关系。最近一项针对全球16个城市所做的研究显示，多数和鸟鼠有关系疫情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美国华盛顿特区上济，再来是旧金山、多伦多、纽约甲阿姆斯特丹。荷兰公卫单位派出专家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除了看居住的环境，要求减少吨粪数，并且找出鸟鼠高入侵的动线甲藏的空间之外，研判气候变迁也可能是鸟鼠变质的原因之一。
We now see another factor adding up to what we think is the cause of some complaints, which is wintertime is getting less cold over the years, which means that the rats can reproduce more easy. 专家表示，佮较长的暖冬，互鸟鼠有佮较济生产时间。母的鸟鼠逐个月会当生几收的，一收到8只到16只的鸟鼠仔囝，致使鸟鼠愈来愈济。想要对根本解决问题，恐惊袂当无注意到气候因素。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当最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有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3度；再来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4度。伫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